大家好。係，你寫咗名未啊？未簽，未啊，未啊。陣間你，哎呀，哎呀，今日少人清假啦，開始清假。唔講啦，我哋坐一坐之後咧，我就去做翻我哋嘅練習。用個舒服嘅坐姿坐啦，跟住咧眯埋眼睛，坐直個人，膊頭喺你個屁股上嘅。然後你個耳仔啦喺你個膊頭上邊，呢就揾到條垂直嘅線。呼晒啖氣，吸氣脹起個心口，然後感覺個心口向左右兩邊打開，再呼晒啖氣，吸啖氣，呼氣放鬆臉部肌肉，放鬆牙下膠，感覺你整個人咧安頓到落嚟，將你個腦袋咧暫時熄咗機，淨係觀察連結翻自己身體同埋呼吸。完全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再吸到頂，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再吸到頂，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再吸氣，完全呼氣，完全吸氣，完全呼氣。雙手合十喺胸前，呼氣耷低頭，眨眨眼睛，又翻開眼，將你隻手咧向前爬，拋低個人，我伸展下所有兩邊側腰，慢慢咧逐邊爬出去遠啲，輕輕左右喐下個頭，鬆一鬆條頸，呼晒啖氣佢，吸氣爬翻翻。扣住隻手，伸個懶腰，拉個人向上，吸啖氣，呼氣拉自己去右邊，吸氣翻嚟中間，
呼氣拉自己去左邊，吸氣中間，呼氣右邊，吸氣中間，呼氣左邊，吸氣中間，拉去右邊，放低隻左手，呼氣，停留喺度，吸氣，呼氣，最多一個吸氣，好似呼氣啦，將你左手擺喺個右斜角，3、2、1，吸氣翻嚟，呼咗啖氣先，再次吸氣，拉自己去左邊，放低隻左手，呼氣，呼氣，一個深吸氣，一個長嘅呼氣，做多次吸氣，呼氣，放低隻右手喺斜角位，3、2，慢慢翻嚟，吸氣，遞高手，今次望上隻手度，攞起個下巴，心口，望住上邊，呼氣，再吸啖氣，望翻嚟前面，呼氣啦，扭去你嘅右邊，放低隻左手喺右邊膝頭，右手擺喺背脊後邊，地下上，吸氣坐直，去扭腰，吸氣，再次呼氣，滑摩吸氣，完全呼氣，中間吸氣望上去，呼氣擰去你嘅左邊，放低手喺膝頭，另一隻手背脊後邊，吸氣坐直，呼氣，吸氣坐直，再呼氣，滑摩吸氣，完全呼氣，同中間最後一次吸氣望上，呼氣望翻你前邊低手，打側個頭去你嘅左邊，咁樣左手咧打大頭，拎起你右手，然後咧輕輕打圓圈，細細個都得，調轉方向，托翻個頭翻嚟，跟住我哋打側去右邊，左手畫圓圈，調轉方向，咁翻嚟中間呼出啖氣去，吸氣啦，我高個頭，呼氣揼低頭，吸氣我高頭，呼氣揼低，滑摩吸氣，呼氣，翻嚟中間嚇，鬆隻腳出嚟咯噃，你可以啦，揈下佢，跟住就拍食。轉下個腳腕，兩個方向都轉晒，掹開啲腳趾，跟住咪埋啲腳趾，再掹開，再黐埋佢，仲有一次分開，黐埋，用嗰兩隻腳水管下隻腳左右，左右，10、9、
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抹晒去左邊，遞高隻右手去後面趴低，趴低晒面向後邊。5、4、3、2、come back。隻腳撥向右邊，拎起隻左手去後面趴低。5、4、3、2、come back。呼氣，伸長兩隻腳啦，好似張隻咁闊。手扣住，我哋咧打圓圈下，去右腳，去左腳，翻你心口，向少少後挨，右左心口向後，一路打圈咯喎，成個身體喐動，成個肚咧喺度轉動嘅。我哋停喺我哋隻右腳嗰度。5，呼氣，吸氣，4，呼氣，3，吸氣，2，呼氣，翻嚟坐直，向上坐直，呼氣，勾翻隻腳向自己喎。吸氣，呼氣，我哋去左腳，停留喺度呼吸，吸氣，5，呼氣，肚仔收扁，4，吸氣，呼氣，3，仲有一個吸氣，2，還原全呼氣，good，吸氣坐直拉高，呼氣啦，放低手喺身體嘅後邊，係啦，挨向後少少，呼起呢隻右腳，用個右腳咧畫一個超級大嘅圓圈。呼起膝頭嘅時候咧，將佢帶近啲你嘅心口，夾埋個肚，翻呢個方向 4、3、2，要轉個方向打圈，同一隻腳嚟嘅。嗱，5、4、3、2、一，轉腳啦，左腳，5，你啊咁樣都可以好攰㗎。4，好做簡單嘅嘢都可以好攰㗎。3、2，調轉方向，大圓圈。5、4、
三、二、一，呼，定下隻腳，基本咗嗱，畫下圓圈先，個屁股盤骨，調轉方向，放喺中間啊！我哋仲穿針引線式啊，扭下嗰隻椎同個腰啊，吸氣大高隻左手，停喺度呼氣，再次吸氣先。而家呼氣啦，將隻左手穿去右邊，放低佢，咪望住旁邊就可以啦。你隻右手咧想放邊度都得，你選擇。我哋喺度有幾個呼吸嘅時間，記得呼氣長啲，咁你個神經系統又會快啲進入消化系統復原嘅狀態。三、二，慢慢翻嚟。我將你隻右腳硬穿旁邊嚟，我做左腳。嗱，吸氣先，呼氣咧放平後邊個腳面，跟住咧試下坐落隻腳度。肚仔咧好似擲咗落去你個左邊大髀上邊，同一時間咧，你右腳內側有個伸展嘅感覺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慢慢翻嚟，慢翻嚟，四高速，吸氣，今次遞起你隻右手咯，停喺度呼氣，吸多啖氣，呼氣而家穿喎。Stay and breathe。三、二、慢慢翻嚟，你攞隻左腳出嚟啊！吸氣先，呼氣坐落個腳踭度，左邊嘅大髀內側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慢慢翻嚟。
喐下條脊椎啊，cat cow stretch。吸氣，趌高尾巴，打開心口向上望。呼氣，寒背低頭。再嚟啦喎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你第一個吸氣，向上，向上，耳仔離開膊頭。呼氣，寒背。翻嚟中間，吸啖氣先，呼晒啖氣佢。間骨飛升落，踩下隻腳，左右踩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下隻手去隻腳度，垂低呢個人對接，隻腳可以打開，可以曲膝頭。3、2，慢慢企身，企定個人，唞一唞，深呼吸。3、2，長呼氣，打開眼睛，右手喺下邊交叉咗隻手咧，扭麻花咁樣扭咗隻手。吸氣咧，將個手踭向上升高，呼氣 hold 住，再次吸氣，呼晒啖氣，仲有一個吸氣，慢慢翻嚟呼氣，解開手，求背脊，吸氣拉直隻手，呼氣落去對接，停喺度吸氣，停喺度呼氣，曲膝後吸氣慢慢上嚟，呼晒啖氣去解開手。用個鼻吸啖氣，用個口呼氣。左手喺下邊，扭麻花，扭住隻手先。吸氣攞起個心口向上，呼氣 hold， 吸多個啖氣，呼氣 hold。仲有一個吸氣，慢慢翻嚟落，呼氣手扣背脊，吸氣打開心口，落去呼氣，停留吸氣，完全呼氣，留心個膊，放低手落地下，爬出去downward dog下狗式，換翻嗰個倒轉嘅三角形，鼻哥吸氣，口呼氣下，雙腳拍擺，將右腳踢高，右腳擺去手中間攬上嚟，後邊隻腳放低膝頭，吸氣遞高嘅手，呼氣手揸住條腰盤骨 hold 住，吸氣轉開個膊頭，呼氣用隻手推一推個盤骨向下。你希望前腳嗰個小腿骨咧係垂直嘅，所以如果你而家個膝頭哥中咗出嚟啦，
過咗隻腳趾，行前啲個腳掌，hold 住三，2，橫大個波，放低手，踏空隻腳板，深吸氣，長嘅呼氣，左腳踢高，左腳踏前去手中間，右腳跪低，吸氣大高手，畫個大圓圈去捉住自己個盤骨，轉開個膊頭吸氣，呼氣咧坐低，你就 keep 擘開個胯，前腳保持90度。3、2、1，你翻去單屈屈下腳，深吸氣，長呼氣，好似少少唔同咯噃。右腳踏上地手中間，左腳咧踩低個腳踭，就叉腰拉上嚟，扎好個馬。前腳少少屈曲，後腳踩實，又係啦。前面個小腿咧唔好咁樣斜咗出嚟，變翻佢係垂直嘅。如果你有能力嘅話咧，你踏出啲，咁你個胯咪闊啲咯。手放喺身體嘅前邊，盡量將手掌合埋。如果個膊頭好緊咧，就喺上到去，或者你輕輕打翻開個手掌，吸氣一路向上，呼氣停喺呢度。你要保持平衡咧，望咗上邊咧，就會覺得左搖右擺嘅咯。專心深吸氣，長嘅呼氣，仲有2次吸氣。你感覺你個肚拉長，呼晒氣，最後一個吸氣，隻手掂住天花板，呼氣咧，眼望前邊，手咧向後，一路曲手踭，睇下可唔可以合埋個手掌，合實喺後邊，行高呢個合十，扣住個手指公。如果你咁樣好痛咧，個手腕或者手踭，我哋咁樣捉住個手腕就可以啦。吸氣，打開心口，呼氣落去前邊隻腳度，前面隻腳可以保持曲，或者你有能力，你可以將佢伸翻直。手踭嘅感覺咧係要升高離開個地下嘅，即係揭起個手踭。5、4、3、2，慢慢翻嚟，呼氣，合翻埋隻腳，吸氣大高手，呼氣落地下，有乜多？左腳踏前，係啦，紮好個馬上嚟，前腳屈曲，後腳踭踩實，手喺前面，可以拍埋或者輕打，不落到咁闊。吸氣一路望上去，你覺得拉長咗個肚，撐起咗個人，停留喺度呼氣，2次吸氣，呼氣，最後吸氣，完全呼氣，翻嚟個吸氣，喺後邊做合十呼氣，或者捉住個手踭，
吸啖氣先，手踭打開，呼氣落去對接。keep 住個手踭咧，唔好垂低落地下。可以嘅話，你前腳可以伸直㗎，或者你將個肚仔落大髀都得，你嘅選擇。3、2、1，上嚟吸氣，開翻埋隻腳，呼氣，吸氣大高手，落地下，呼氣downward dog下休息，平留喺下度，息吸啖氣，完全呼氣，平板 plank 係啦，一個平板式先。hold 住個平板呼氣，然後你個膊頭喺個手腕上邊嘅吸氣，呼氣啦，放低成個，唞一唞，呼晒啖氣佢，扭腰個膊嗱，右腳咧踏上你手中間，咁你咧前後腳咁樣跪低咗。第一個扭腰嘅幅度咧比較簡單，左手喺地下，右手打開就係啦。嗱，3、2、1，呼氣放低手，就 keep 住隻腳，慢慢上嚟大高手吸氣，呼氣仙人掌90度角，吸啖氣。第二個角度咯喎，呼氣令佢哋嘅右邊 keep 住咁樣就得啦。吸氣，完全呼氣。嗱，仲有一次吸氣，呼氣留多少少隻仙人掌。係啦，第三個比較深嘅扭腰路搏，雙手合十，左邊嘅手踭咧擺喺膝頭哥嘅外邊，嗱，而家個肚都接埋咗啦。上邊隻手掌撳下邊隻手掌，3、2、1，呼晒啖氣，慢慢翻嚟吸啖氣先。我呼氣咧，放低隻手，然後咧將你隻右腳行向前，拎起個腳板底，伸直隻腳。3，眼開平喺度。2，或者左手跨過去隻腳嘅外邊，交叉手，右手叉腰，打開個心口，或者第高手。另外係最後一個啦，最難嘅角度啦。3，右手叉腰都得啦，唔使第高㗎。2，係啦，保持平衡。得，OK，收翻埋隻腳，唞一唞。呢個最容易啊，第一個最容易。做埋嗰邊度喎，翻嚟 table top，跟住咧你落隻左腳上嚟。我同你做緊同一邊啊，所以會相反嘅，留心啊，留心聽左右啊。右手喺地下，左手遞高。嗱，呢個最容易啦，呢個角度。5、
4 keep 住前腳90度啊，膝頭哥咧指住第2或者第3隻腳趾嘅。3 2慢翻嚟，上嚟單膝，跪低，吸氣遞高手向前先，呼氣曲手踭先印象，再次吸氣。嗱，你去嗰邊，我去呢邊，呼氣扭 ，stay 吸氣 ，stay 呼氣，仲有一個吸氣，脊椎長啲，呼氣轉多少少，直接落去下一個動作咯喎，雙手合十吸氣先，呼氣將手踭擺喺膝頭哥外邊。好，右手嘅手踭，右手手踭，係啦，停喺度保持呼吸6磅，用你個手掌鬥力，增加嗰個扭動嗰個感覺，或者個動作咧唔係軟賴賴嘅，你發緊力 active 嘅。5 4 3 2 1，慢慢翻嚟，放低手，將前邊隻腳行 keep 起個腳板底，腳板底，伸直隻腳，去停留喺度，或者吸啖氣先，呼氣縮肚，跨隻手過去右邊，右手叉腰或者遞高，變咗手，係跨過。5，呢個最難，因為要求咧你個腳個外側嗰嚿肉啊，嗰條筋啊，4又有平衡啦，又有扭動啦，又有對接。3做得好好啊 ，OK 啊。2慢慢翻嚟，坐落地一直頭，唔使落去，冇嘢咯，鬆下隻腳，搭下隻腳。左右喐下個屁股，蝴蝶腳，拍下蝴蝶嘅。將個手咧擺喺後邊，啲手指咁樣向後吸住個地下，近翻自己個屁股少少，冇擺咁遠。個膊頭轉低啦，撳啲手指向下，咁你就拎起個心口，拉上個脊椎向上望。感覺你個人咧係打開個心口，一路向上嘅，手指嘅感覺咧就撳向下。4可以嘅話，你仲有空間咧，你自己發力將個大髀打開內側。3 2吸氣翻嚟嘅，今次咧呼氣，我哋行出去又得，你想捉住隻腳又得，垂低嘅。呼晒啖氣，慢慢再深呼吸。我哋做少少咧個腹肌嘅動作，背接下去。少少難嘅話咧，就盡量跟咯喎。但睇咗先，睇咗先，唔好瞓低，你瞓低你就唔知啊，聽唔到噶啦。試下咧，將手踭咧同埋你右邊個膝頭哥啲黐埋嘅一陣間。
嗱，如果你黐唔埋唔緊要，你離開都得，但係隻右腳右手咧係曲嘅，即係呢度可以有個空位，或者你黐得晒你就黐埋。啊，左手左腳係直嘅，啊，吸氣到黃，呼氣上嚟掂一掂，掂是但一個位都得，但係要留意嘅嘢咧，我個背脊係離開咗地下嘅，我唔係喺度咁樣嘅，我個人有上嚟㗎。OK，咁我呢度紮住咗，有個壓縮呢邊咧，我哋練緊個腹同埋大髀。好，試下咯喎，放落地下，右手右腳黐埋佢，手踭同個膝頭哥。嗱，嗰度唔喐噶啦，你淨係喐左手左腳啫。啊，伸長晒左邊先，我一齊嚟嘅。嗱，瞓喺個地下度，放低隻手，放低隻腳，左腳伸長嘅，吸氣，呼氣上嚟啦，掂，吸氣翻落去。呼氣掂，隻腳要踢高啊，去天花板噶，係啦，好，做多5下啦，你自己5下咋？有啊，2下已經上4啦，係嘛？喂，係啦，有呼吸喎，冇閉氣啊，上嚟係呼氣，跟住咁啱縮肚咧，就好配合到你嘅按摩啦，按摩下啲內臟。次教啲咩啊？要控制一下咧，個手踭同埋嗰個膝頭哥嗰邊咧唔好喐嘅。搞掂之後咧，放低晒佢噶，敷咗笪面佢。左邊我哋做2次一齊，然後有5次係你自己。左手左腳黐埋先，手踭膝頭，遞高右手，伸長右腳，吸氣，呼氣上嚟，掂係啦，吸氣落地攤低晒，呼氣再上嚟，掂腳趾，掂腳趾，係啦，5次係你嘅。搞掂啦，你可以放低晒頭嘅頭。我覺得個肚攰㗎，係個肚㗎嘛。不過如果你條腰好緊咧，你會覺得上嚟嘅時候咧，條腰會即係都會有啲唔舒服，會扯翻你落。手咧擺喺屁股旁邊，嗱，手掌撳住地下，雙腳拍埋，嗱，曲起個膝頭哥，隻腳板離地，膝頭喺你個屁股上邊，你感覺你好似晾咗隻腳上張凳度咁，晾咗隻腳上張凳度90度角，hold 住，而家將你隻右腳伸直上天花板，左腳唔喐㗎，你膝頭哥兩邊係拍埋水平線嚟㗎，keep 住啊，5、4係啦，一曲一直3、2轉腳。你要想像嗰張凳仔喎，你仲晾咗隻腳上張凳仔度嘅喎，啲嘢唔好變形啊。非常好。4、3、2，曲晒膝頭先，呼氣。嗱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兩隻腳伸直。嗱，L 字嚟嘅，你好似 L 字咁。5、4、3，尾龍骨喺地下，條腰喺地下，唔好拱起條腰。2，好晒落地，呼氣。
調式 bridge pose， 雙腳曲起，個板踩地，隻腳咧係你個膊頭位咁闊嘅，盡量擘闊少少。伸長隻手睇下掂唔掂到個腳踭，掂唔到嘅話咧，隻腳踭盡量行後少少。你唔一定要掂到，但係咧你唔好擺咁出。好啦，踩實個腳落地下咯噃。攞起個屁股離地，升高個肚仔上天空。兩隻手咧扣住，十指緊扣喺你個腳嘅下邊。十指緊扣，你點樣拖住你個老公或者男朋友嘅？係啦，伸直個手臂，伸直落實個手踭，拎起你右邊個膊頭，捲你隻手臂喺個膊頭底下，收埋隻手。拎起你左邊個膊頭，捲左邊個手臂落去膊頭底下，收埋隻手。而家你應該隻手咧可以再伸直啲、長啲嘅，因為你升高咗個心口。腳繼續踩，屁股收實升高，心口又升高。5、4、3，成個手臂撳落地下，你就有力升高噶啦。2，係啦係啦係啦。好嗱，坐落隻手度，唔好揀開隻手，坐住隻手。係啦，伸長隻腳。如果咁樣太多啦，唔舒服嘅話 ，keep 翻隻腳曲起。10、9、8、7、6，深吸氣，長呼氣。5、4、3，最後一個吸氣，呼晒啖氣，解開手，慢慢瞓落地，攬實自己，隻腳曲起，抱住膝頭，攞起個頭，鼻哥去膝頭哥。5、4、3、2，放低個頭，兩隻腳撥去左邊，打側身，右手打翻開，個頭望右邊。將個呼吸咧變得柔和啲，唔使太大力呼氣啦。你慢慢轉埋另一邊啦，你隻腳咧撥去右邊，
隻手咧就調翻轉攤開去左邊，個頭望左邊。慢慢翻返嚟中間，做埋你最後咧，你要做嘅嘢，可能係擺翻好個人啦，瞓翻好個人，攤翻好，用幾分鐘時間咧，俾自己咧咩都唔做㗎，靜止嘅，回復一下體力。重新感受下身體，結翻你個呼吸，完全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再吸氣，鼻哥或者口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再吸氣，鼻哥或者口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pause 停一停，再吸氣，完全呼氣。
完全吸氣，慢慢將空氣填充晒身體，完全呼氣。喐下手腳，左右擰下頭，伸個小懶腰，擘大口呼氣，呼氣膝頭哥，打側身去右邊，先至慢慢坐起身。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。